奖杂志封面拍照，炎亚纶、小鬼、鬼鬼齐聚一堂，场面开心。尤其鬼鬼很兴奋，大家又合体了。好怀念哦！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进行我们在拍照，然后我们很难得可以聚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还没轮到我，所以我是突袭小人。可是阿南却只注意眼前电视里同为鬼鬼黑社会成员的红狮，让鬼鬼很不服气。录 MIT 女主角的同时太好，大家闹成一块的同时，我们的当家主持人在宣传戏的同时，还爆成了自己的节目啊！每个晚上10点，去881台小当家。